伫台中林森病院就透露，一个姓林的小姐偷翕700外个病人的个人资料，而且把这个资料泄露互伊做诈骗的男朋友。伊男朋友则佫违法去申请冻尸罐，一个月就摕到48张，则佫把这个冻尸罐摕去咧网络顶贩卖。因两个人昨昏马航依照违反个人资料法起诉。几下名警力出动，正伫早期几点逮捕基帮嫌犯。顺线掠，佫较发现案外案，过来出现第一件诈骗集团交给病院工作人员偷摕病人的个资。行伫队伍上后壁27岁姓林女子伫台中的林森病院担任病房客服工作，涉嫌查看病人个资，用手机翕。泄露互做诈骗的姓柯查甫朋友申请冻资管，利用其女友任职于医疗院所职务之便，窃取了90至96年次的病患个人病历资料。27岁姓柯查甫人原本申请文化币，因为需要双证件认证，无顺利得手，就将原脑金转向冻资管。柯女朋友提供有病人的个资约700笔。短短1个月，冒名申请48笔，拢成功。伫网络转卖变现金，不法获利超过1万。这对男女情侣离告方以个资法定罪嫌起诉，检方更加建请判当刑。他是没有那个权限，他可能用助理站工作的机会去翻拍的。他已经离职，我们只是根据警方当时到医院来一些调查的，我们有过去检讨。病院讲，案发了后已经全面清查，无发现佫有个资外泄，已经召开会议检讨。也毋过，封口案的手机来，一条佫一条的认证简讯，全拢用同一支门号申请处理。体育署若是事情无发觉，简单申请就会当通过。相关系统敢是出现空棚。还会开放，是因为也是便利民众的一个想法，因为可能因为我们是16到22岁民众嘛，可能有些没有手机嘛，还会在跟卫福部那边健保署那边去申请那个就是所谓健保卡。目前冻资管使用期限到今年底，防盗用的民众只要向警局报案了后，拢会个合法。关心不当取得的冻资管也会防冻结。也毋过专案自头到尾，警方拢无接到一件报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